帶你睇下70年代廣州小學生係點樣春遊嘅。今期帶大家穿越返到70年代嘅廣州，睇下嗰陣時啲小學生係點樣春遊嘅。舊照記錄低廣州市荔灣區龍津東路四新小學、洞神坊小學全校師生去越秀公園春遊嘅真實畫面。啲學生從龍津東路洞神坊步行1個鐘，到達越秀公園正門。嗰時學生標配右肩孭住水壺，左肩孭住書包，裡面裝住乾糧。乾糧主要係麵包、饅頭之類嘅，首選係酥皮麵包，又大又平。佢哋都好守規矩，個個排好隊企住。睇下呢個黃色花短裙、兔仔牙嘅女同學笑得幾燦爛。大年級一啲嘅同學仔紀律性更高，坐喺地上面休息。休息嗰陣真係只有齋坐玩手指，冇交頭接耳。有冇覺得嗰個年代嘅女仔素顏嘅顏值都好在線，紮條孖辮都好睇。合唱完一首《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》後，6個女仔出場表演一段快板說唱，再由文藝代表繼續表演獨唱一曲。舊陣時你嘅春遊係咪咁樣嘅呢？歡迎評論區分享你嘅經歷。